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228，你是当作休困日，还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呢？对真侪人来讲，228是一个真值得大家来纪念的日子。人讲台湾民主化亲像敢若分期付款，吐一个做一个，敢若永远拢袂好势。连真相到哪拢无清楚，那么转型正义这个生鲜的鲜是要写到当时无？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前义工教会牧师柯成德，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那么第二位政治大学大史所副教授李福忠，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湾刑事鉴识学家贾尚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亚草总编辑施汉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这项代志就是对这部电影开始，世纪血案引起了争议。也互人家血案搁再度受到关注。国安局最近宣布，已经甲5万外件包含着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全部解密。那么一旦移交予国发会的这个档案局也讲上晚5月底会开放国安局移交的档案的目录，到时阵才会知影内面。感觉有牵涉到人家血案的内容。真人电影《世纪血案》是引发争议，嘛，互林体血案搁一摆受到关注。公安局最近宣布讲，已经甲51133件，包括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拢总解密，而且移交予国发局档案局。外界好奇真相敢是要出来啊？因为这批档案数量很庞大，所以进来局里面之后，我们会加速的去做一些点收、整理、除虫菌，到底有没有林义雄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档案的出现？我们等到整理完之后会比较明确。我们现在投入全数的人力在做这些档案的整理的工作，那预计会在今年的5月底以前，把这批档案的目录全数的对外开放。档案局指出讲，上半个月底会开放公安局移交的档案的目录，才当知影内面敢有涉及林体案的内容。档案局现有的林体案的档案都已经解密，当中有1373笔会当提供申请应用，另外有258笔因为涉及文书，依法会伫通知当事人的6个月后开放。必须要先通知这些档案的当事人，让他们优先先知悉，可以优先进一步先来运用。看档案，预计在今年的12月跟明年6月以前分2批，好对外开放。根据公安局的说明，最近几年拢总已经解密含移交14万外件的档案，包括情报机关、情报局的业务资料、关于案件人员的资料等等。学者认为，公安局作为权时期上悬的政治单位，愿意放出相关档案，对推动转型正义有重大意义。他带头做这个动作。那可能让更多的单位也愿意重新再去检视档案本身，没办法解决我们要说的真相。档案的话是收集各种不同讯息、不同来源的，所以真真假假是很常见的。学者嘛提起讲，因为历代志发生已经真久，档案内容的来源有真侪种，甚至有可能有唔对的资讯。建议未来伫研究和解套的时阵，要保持审慎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其实爱先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吼，这并不是新的议题，这吼对台湾开始民主化这条路，有人讲转型正义，一直到这个民进党执政了，真强调嘛做了真侪工作，但是真侪人都感觉讲，哪会拢做不交文吼，啊无系统化，啊有人讲啊台湾的民主化就敢若分期付款，人以前的人吼规期拢抬的。啊，规期换新，啊，唔是咱的一点一滴换，敢是安尼？那么这所有的代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本来要上映，看了吼，即马吼是应该是要上映啦。不过，这所有的代志要对林体开始讲起，但是真侪观众朋友恐惊的吼，你日日对台湾双云公园遐对面的巷仔行过，你嘛唔知影讲这个教会是大有来头吼。首先啊，今仔日咱就请到
咱前义工教会即个牧师吼，来甲咱讲迄段是安怎来改做即个教会啊？这当初是还佫真侪人帮赞哦。你讲互咱观众朋友来了解。伫1980年228发生即个代志，其实伊会接伫美丽岛事件的后壁，因为美丽岛事件遮个受难的家属无人敢去关怀、去吸引呐。但是真侪东华运动遮的前辈，特别有一寡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遮的牧师，会去关心遮的美丽岛事件遮的家属。2个月内尔发生228新的228事件，所以就真自然关心彭素敏姊妹甲伊反军内即个部分，人的关怀当然会带叮当即个空间的关怀。迄个时阵义勇兄买即个厝，搁咧分期贷款。所以1980年2月代志发生，一直到年底，这个所在伊拢袂当叮当，到年底了后，政府才讲好，幸互你家属素敏这因看要安怎处理。问题是这款血案发生的所在，无人敢买，嘛毋是，有想讲要做人，遐个头前有公园，无人敢做。对啊。所以到1981年的时阵，遮个关怀遮个朋友，特别是咱咧讲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几个牧师参与伫即中间的时阵，有咧讲到诚做一个牧师，敢若亲像牧者共款。所以伫咧关心遮个事件的时阵，有一个特别咧讲到迄个关怀的行动稳当。就爱甲所以这个册名呼应这个过程，对，这个空间行过死荫的幽谷，叫做行过死荫的幽谷，山谷，台语讲山谷吼，行过死荫幽谷。所以尾下则想讲，唯一的办法，你要用世间的方法，互这个所在，互人加入去，迄嘛要担心时阵，只有用宗教、用信仰的方法。所以真侪人关心最近甲即个所在甲买起来，安尼嘛，互素敏姐毋免搁去烦恼即个贷款的代志吼。买起来了后，诚做教会，教会就是祈祷、唱歌、读圣经的所在。但是通过安尼，互人会当看到人世间有偌尼侪黑暗软弱的代志，所以需要。这个义工的名是圣经中间的一句话，互上帝公义的光会当照伫咱这个黑暗的世代，要靠人家己来觉悟、来反悔，这实在是无法度啦。靠人无法度，所以互义工一方面多咧信义路边所以毋望这个公义的光会当照伫这个时代。所以义工教会名安尼来开始。牧师，迄阵时你伫倒？迄个时阵我还未退伍所以踮伫咧厝诶有听到即个代志，即个事件过了，我读新人院读新人院了，诚做牧师，我是伫咧1992年1月一直到2005，踮伫咧义工遐做前后要14年，所以义勇遐碰着常常拢讲哇，你带比我较久。伊才带4年来尔吼，我前后踮遐带14年。有当时迄个厝边佫会讲到，牧师迄对双生查某囡仔大汉人呢，台湾人有即款的因会看到，因为咱若有去教会，咱知影头前拢全是落地窗因按外口会看到内面，我逐工我就咧内面。这是当然是另外一款咱台湾人的一款的笑脸。心理投射。因为讲，迄2个查某囡仔已经大汉啦，甚至讲叫我都爱想办法甲因找一个安尼会当安尼寄托的所在。是。不过这个真要紧咱咧讲到这个台湾，不管是今仔日咧讲转型正义，也是咧讲到咱安怎去面对这个黑暗
迄个事件，阮当毋是单独就一个事件去看。迄阵啊，遮尔侪牧师，大家最近关心，嘛毋是干那咧看到讲即个关怀，干那看迄个单独的事件吼。前后过一年，咱就知影陈文成的事件。过4年，就是84年刘义良江南的事件。所以这款后壁这个事件是后壁愈来愈明，甲遮的后壁的乌手有关系。所以你若前来杀，搁较头前者搁较免讲，吼。所以徛伫个做牧师的立场，咱袂去闪撇这款的可能性，这是历史顶头的事实。但是咱会望伫这款咱大家最近探讨的过程，甲真侪的所谓的档案。该拍开的中间，望会当搁较，互咱知影，搁较怎民主化，人嘛是真软弱，真有限，还通过互相的提醒，制度较健全，通好互咱会当真正安居乐业啊，吼，好花徛起，这才是咱咧讲到即个看遮的黑暗的代志。所以到即马。第二讲教会即马念到228早起，当年的228早起，还有一个咱敢若亲像家庭礼拜。阮一直看义工教会即个所在，永远是林义勇因的一个家庭。对伫教会内面，咱拢定定听人讲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即个教会大家都敢若像一个家庭。所以到即马2月28早起，你去义工教会，你会参加着即个礼拜。咱嘛知影，较晚下晡踮伫个北宜公路迄个所在林家的梦园，会有一个追思会。是，吼，即个到今仔日游玩还佫伫个进行。有时这一般人嘛会当来参加。欢迎嘿，欢迎所有人拢会当来参加。伫咱这30年的中间毋那敢若咱关心遮个事件的亲朋好友。包括咱过去即摆赖清德总统、蔡英文总统、阿扁总统，因拢捌来参加过即个228早起，即个来阮家定位伫个是家庭的礼拜，意思是讲啉家。即几年义勇兄较无法度出来，吼，咱知伊身体较无晓。毋过即个纪念的礼拜，抑佫咧继续。咱嘛是还佫继续咧唱即2个查某囡仔同爱吟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吼，因细汉6岁的时阵，第一首的英文歌就是唱即首。所以当代志发生，义勇兄听到即个歌，目屎就流来。所以这嘛是伫个教会徛伫个关怀顶头，帮咱人的心灵面对历史事件的真实，会流目屎，会艰苦。毋过，恳求天公伯啊，怜悯，迄个公义的光会当照伫咱中间。因为光若照来，黑暗的代志再无去啦。今仔日这档案讲要来拍开，若无真正公义的光去照吼，敢若像拄迄薛老师咧讲，你敢若看到迄一寡片段、一寡遮的资料吼，无法度知影讲后壁迄个乌手吼。是。听牧师安尼讲吼，是真感动啊！大家会记住今年的228吼，从此以后，你会当会记的这个日子，去到现场来理解、了解、参与吼。感谢牧师，接下来要来请教吼李老师吼，阮只要摕到这个手头摕到这个监察院2023年的调查报告啦。我整理出这6大方向啦。这相信这几天，如果你若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应该拢了解吼，但是我还是要请吼内行的老师啊，甲咱解剖者，什么物件有可能在这个档案改变？其实档案应该是已经改变啦。要看呢，研究者一定是会当去看，但是咱是爱看什么？因为根据我所知，有的拢甲炸了，会当摕起来拢摕起来，这较有效。我先来解说一个改变的定数啦，吼，政府机关你档案要改变，总是有一个程序嘛。事实上为我上早知啊，吼，为阿扁做总统的时代，迄已经20几年前啊。
阿扁也做总统了，就一直咧推动讲较早过去的政治单位，政治单位，尤其是警备总部啦，东岸敢会当慢慢甲吹出来，改变，因为警备总部已经改线，所以伊东岸警备总部的东岸事实上伫分散伫足侪，伫团关区、军方啦，海巡署啥物，足侪所在，坑伫足侪所在啦。有诶已经基本上有诶已经消失啦，已经消灭啦。所以为阿扁做总统的时阵，就一直咧推动这件代志。我家己我有参加部分啦，部分，所以我有去过国防局啦，我有去过迄个军事情报局啦，伫迄个台北迄个瓦树林迄边，我有去过即个调查局，所以事实上我有参加我有参与部分啦。根据我的了解，就是专家学者。去看过这个档案了，当然是走马看花啦，看过这档案了，阮会勾选，阮会选，讲这个物件爱改密，了爱去交下这个档案的主管单位叫档案管理局嘛，爱移转嘛，移转，有诶，咱知影讲这个政治单位，像国安局、军事情报局、调查局，足侪档案拢是机密嘛。所以机关内部都爱先有一个解密的过程嘛。这届当然啦，国安局当然是探这个新闻嘛，对，世纪血案这个新闻，所以干脆把上尾，变出来，对，变出来，事实上已经上尾啊啦。国安局伫过去，我理解过去这7-8年已经十几批吼，毋是讲这届全部变出来无。事实上进程我已经15批啊16批，已经。移转做者档案去档案管理局啊！你知影我像我拄仔讲的，国安局因为爱分批嘛，分批来改密嘛，所以即届国安局伊公布的讲我甲所有的拢送出来，事实上已经是上尾一批啊，已经上尾一批啊！我甲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啦，3年前拄仔主持人我有讲到啦，3年前迄个。监察委员换训率嘛，换训率甲这个蔡崇义蔡中义监察委员，因两个事实上已经调查过一遍啦。国安局所有的档案，你也知影监察委员是出大啊，要看啥物就看啥物。要看啥物？迄个政府机关，即摆政府机关啊，我讲的毋是30年前的，毋是李登辉以前的政府机关，即摆政府机关绝对提供的啦。所以这个范训率跟这个蔡中义呢，事实上3年前已经看过所有的物件啦。毋过咱我知影，这个3年前的调查报告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事实上我啦显示讲无直接的证据啦。直接证据事实上有一种可能是本来就拢无存在啦。咱知影讲这个本来就做甲真水亏。我会当举一个例嘛，拄啊，这个主持人有讲到这个江南的命案啦，江南的命案，因为买手就破案嘛，破案，所以咱即马完全了解讲这个江南的命案过程中到底，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嘛？事实上，这个军事迄阵叫情报局啦，国防部情报局的这个主管。叫乌道去杀人的时阵，根本就无什么档案这种物件啦。伊就私底下找。有啦，知影叫伊来局内面来练庆法嘞。私底下甲因食饭开讲甲因交代这个任务。事实上，军事情报局你做这这个。传这代志的时阵，嘛无讲我写一个什么签机关档案无啦，迄拢私底下咧进行的啦。所以咱若是讲按照这个江南命案江南命案的这个过程，咱来推往前推咱来推这个林宅血案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我认为啦我认为就是讲。咱这个监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讲规件代志规个这个犯罪的过程，事实上，国安局的档案内底无直接的证据，
这是会当，你知道会当可以预期的啦。哦，这是袂讲咱啊，做咱老师直接意思是讲大概安尼啦，大概就是安尼啦。我就算讲吼，就算讲当初时哦，40几年前，国安局警备总部有介入，迄种介入拢是原来是做干真秘密的，真秘密的，做间接吼，无直接讲啊，国安局。警备总部就下了一个公文叫谁去抬，我认为一开始就无这个档案，无这种档案。所以这老师会看过这个推论啦，吼。基本上我的研究，因为我过去这20年哦，我拢在忙这啦，基本上有啦，忙做这方面的，所以我话了解讲，伫蒋经国时代哦，这代志拢发生伫蒋经国做总统嘛，蒋经国时代的经治单位哦，情治单位。因做代志大概是安尼做，安尼做当然对经济单位有一个好处嘛，就是我没有留下痕迹嘛，我无留下无证据嘛，所以我上济你甲咱讲，我有安那，我有啥物动机，你讲的都无白纸黑字嘛，所以我认为讲林宅血案伊的处理的方式吼，那是讲如果啦吼，那是讲经济单位有介入。迄种改变拢原来是秘密咧进行的啦，吼，无迄个白纸黑字互你看的。这是档案的部分啦，吼，这是档案的部分。就特别请阿先生来讲，阿先生，迄阵时你是当时有入去到案发的现场，开始来做鉴识，还是后手的这个资料，互你才来开始做分析？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我有去现场。哦，因为迄阵哦，我毕业拄好第3年，算菜鸟啦。我67年毕业的，伊发生是69年。所以迄阵时主办的人，毋是杨日祥，还是其他的人，还是军方的人。主办的，但是鉴识的部分是警方负责。警方负责。负责鉴定啦，因为军方并无鉴定的专业嘛。迄阵鉴识是用博士吗？还是？因为鉴识的时阵吼，迄阵我菜鸟啊嘛，我一定顶悬有。我的学长啦，有组长啦，带啦，我是负责挂物件的嘛。但是呢，迄天拄我值班，阮的迄个制度是值班的，你要负责迄个整理资料啦，大家吼，你有啥物调？拢摕来。毋是调查哦，鉴定的。因为调查归专案组，调查是案件发生了，再成立专案组再去调查。但是你鉴识若有啥物特别的发现，比如讲有指纹啦，有啥物会比出来的时阵，迄个调查都爱根据你鉴定的物件落去调查。迄阵我是负责迄个鉴定的部分，吼。我去第一个呢，我的印象呢，内底都专人啊，什么人呢？什么公安局的啊，警备总部的啦，调查局的啦，宪兵司令部的啦，所有人都入去啦。迄阵吼，迄阵的迄阵案件发生69年嘛，60年代甲80年代，现场保护的观念拢无。官大学问大啦，我若是大官的时候，我要入你甲我动，你要安怎甲我动？我入去，我要看，我关心这个案件，我想要破案啦，等等，大家大官拢入去，我咧现场上歹的就是讲，你大家入去，大家拢破坏。所以呢，第一个迄个血印吼，你下痕的吼，迄根本免猜，大家都打个密密麻麻。迄看都看无啊！你看无，都大家乱七八糟啊，密密麻麻啊！所以即马官都无共啊，即马你长官唔敢入去，因为规定讲你。偌大官，你的总统来嘛袂当入去，因为阿先生，你后来因为乱吵吵，你敢有猜到啥物较值得看的物件？你讲乱吵吵，我就卖猜嘛，嘛是爱猜啊！我想射开啊！昨天我你猜呀，你猜呀，安尼。我当然毋是我一个啦，我是一个 team 啦，吼。一个 team 的时阵有差不多7、8个有啦，7、8个大家吼大家都分责任吧，责任区咧，大家都去做。我迄阵吼。上重要就是要猜啥呢？猜看有啥物迄个生物基证，吼，像有一寡血液啦，吼，还是迄个头毛啦，头毛嘛会使，但是迄阵吼水准还无遮悬，科学无遮厉害。即马是安那？你滴一滴血，啊是呢？你摸过啥物物件？即马 DNA 足厉害。DNA 吼，即马就是你摸的，毋是。但迄阵是嘛，毋知影讲后来遮厉害，有拢保留落来，拢无。但是吼，这保留了40人尔呢。
吼，这介者吼，迄个叫拨云专案，拨云的专案，迄东安村里对有部分的东安村里刑事局。哦，后底刑事局，但是刑事局有一年大淹水，刑事局又怎样呢？刑事局应该伊楼去啊，因咯，因的警察队甲证物的物件拢放伫地下室。哎，所以迄阵哦，损失我真严重啦。迄一寡的东岸哦，我是听讲，因为我无伫刑事局住过嘛，但是我会当想着，你东岸无可能哦，就是因为警察队拢是伫地下室嘛。啊，所以东岸迄阵有淹过，啊有救回来，救倒来偌济唔知影啦，吼。啊，所以讲咯，迄阵无唔对啦，主持人你讲的，迄阵物件留落来，啊，即摆科学遮厉害，甚至会当摕倒来的问题就是，迄个物件你爱有留咧啊，46年啊，介济摕啦，倒啦，啊死的死啦。遐不办案的人咧，我算迄阵菜鸟啊，所以我会当活较紧。先生，听讲有一粒指纹，对，但是迄阵我就足奇怪，迄阵吼，迄个指纹啦，吼，有讲有即嘛有有一粒指纹，啊，即摆指纹咧，指纹即摆足简单啊，电脑啊，你就弹入去了5分钟，你咖啡啉了5分钟，就结果出来啊，啊，46年即个指纹哪对不出来？有2种可能啦，第一个。就是讲内底档案无即个人的指纹，即个人的指纹无，有一种可能是伊根本就无输入啊，啊是讲哦，伊也无前科啦，也无啥物货，袂当，咱袂当人凊彩掠来都甲你指纹，无迄个全民指纹啦。伊准备做全民指纹，大家都反对啦，讲这啊这人权啦，所以到档案内底无你对袂出来嘛。但是这时阵都爱有对象，我怀疑啥物对象，爱有对象，爱有人啊。然后咧，根据呢，检察官的指示呢，采伊的指纹，也是呢，根据伊的同意采伊的指纹来比，因为档案无嘛。但是呢，我的印象啦，迄阵的指纹吼，采袂少指纹，20个指纹，但是拢20个，但是拢啥物人的？迄阵讲明的，迄阵迄个事件的吼，林义雄的历史吼，迄阵叫做。党外组织，迄阵也无民进党咧，党外组织吼，介侪人拢有去现场关心。啊，迄种警方嘛无，你著关心都介自然的嘛。啊，大官拢去现场，所以比出来吼，迄阵我的印象啊，差不多拢排除啊啦，拢排除啊，排除啊。尾啊，有一粒指纹，迄阵指纹，迄阵我还袂摕咧，我已经摕15年啊，还袂摕迄阵哦，迄阵我有听，因为咯比毋是我比啦。但是迄阵有听讲一粒指纹是，在迄个算12月的时阵吼，因为美丽岛的事件吼，去掠迄个侦查人员留落来的指纹啦。哦，正为迄阵去掠的人留落来的指纹，所以指纹经我所了解啦，迄阵拢规个排除啊。但是即摆突然间新闻讲有一粒指纹，我就想讲有一粒指纹，啊，你著等入去电脑来比，那会比无？啊，比无我都解释讲有可能无，也是有可能这个人迄阵根本就无，也是毋知影哪啦，反正就无档案伫内底，你无法度比嘛。啊，所以真正有这粒指纹，这是该有希望的啦。但是呢，这个指纹你即摆爱哪内底无，你就无法度啊。啊，现在我必须要缩底吼，我真问你一项代志。你看到现场，你也看到现场有包括尸体，我拢有看到。你认为这作案的人是专业的还是不专业的？第一个，伊毋是足专业的，因为吼，伊专业的时阵吼，伊都刀啊，咱用刀啊用，伊迄阵用枪用杀人，不一定爱有刀啊，你都用迄个扫啊，你个吹一个引啊咧。啊，当然啦。是毋是有专业？是毋是像受过专业的这种侦报，还是这种谋杀的训练？这我唔敢讲。但是伊的目的，就是政治要杀人。是安怎呢？365天你无要选，你特别选2月28迄天，365天互你选啊！你对一天拢会当去啊。但是你来选228，迄阵我第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讲，这个日期，这作案的日期都显示讲，我就是要杀人。政治，但是我无讲迄阵的国民党，还是迄阵的党外，还是迄阵的这个在外面的组织吼，是毋是一寡吼国外的组织吼，啥物这无法度嘛？
尾啊呢，这个案呢，当然我嘛想要破案嘛，对不对？想要破案，但是呢，你下份无法度嘛，哦，啊，迄阵呢有血，有采一寡血个，但是血个拢是大部分拢被害者，拢被害者，啊，被害者，而且呢，迄阵我讲有一寡迄阵刀嘛无留伫现场，刀无留伫现场，啊，血衣嘛无留伫现场，拢炸走，所以这个人算专业啦，但是是毋是真正迄种情报人员去训练？因为咱看这情形哦，档案吼，伊留伫现场留1点钟搁17分，对，80分钟啦，80分钟哦，伊有留甲遐久的时间，伊毋惊讲搁转来，还是讲超工咧转人，这个其他，这我咧想讲，伊这应该是真专业、真心态真稳定的人啊。当然啦，伊的目的就是要杀人啦。啊，无就是毋是因为我嘛捌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啦，我捌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啊，所以情报训练你要杀人介简单啦。啊，定来你写那要遮久，啊要用刀，对不对？迄阵有穿你若讲情报人员有穿得介简单的嘛。啊，而且四角位啊，因遐应该是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你怀疑的讲啊，四角位啊，毋是有警总啦，还是公安有派人？啊，但是迄阵哦，我因为调查我无负责，调查无负责，啊，所以呢调查迄阵看有当时有听人讲嘛，有看我即嘛研究一寡档案，啊，伊讲哦，迄阵因为迄阵呢。美丽岛的事件伫要开庭啦，啊，所以伊甲这人调走，啊，就是讲调走，啊，是毋是这尼巧合，对不对？还是有特别的目的，这就是懵懵渺渺啦。这真对啦，这就是大家怀疑的嘛。啊，认为现场敢有敲电话，敲电话出去叫一个金琴西餐厅，哦，啊，要找一个叫做林春峰，王春峰，王春峰啦，还是王春峰，要找到这个人，啊，这个档案呢，迄阵有监听嘛，但是尾啊，几十个监听内底都看这几个监听，啊，无怪人会去怀疑啊，无怪人会怀疑啊。这间餐厅的所有人是苦创反应孙啊。哦对。啊，这就大家都是，但是最重要、上重要的就是讲，阮做鉴定的吼，就甲我教授嘛有讲啦，你即马档案天开啊。你要找犯案，我指示某某人去做这个案，在阮情报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什么人会讲我派某某人，你去安尼下字条，这个相同的。公车才会写嘛，这都政府单位。对啊，你而且迄阵吼，讲起来警方算细汉，警方算细汉的上重要的，迄阵上悬的有个307嘛，307专栏是警备总部负责，啊头顶悬了有公安局嘛。但是最主要是警备总部的负责，警察警上啦吼，通关要通关调查局、宪兵司令部、检察署、等啊，阮算检察署的半份专案，啊，半份专案听伊的啊，我讲要爱这资料，比如讲我要爱当初的迄个录音的资料，伊讲无迄个资料无啊，啊伊公布的迄个电话前后拢有，敢若迄段无，我伊办案的专员来讲，我讲。奇怪啊，那是前后拢有啊，就当中还无，无怪会去用怀疑。但是我即马在我办案来讲啊，你爱有证据嘛。对啦。啊，第一个你无下字条，啊，第二现场，那真正这个指纹会比出来，真正是上天有保佑啦。有义工啦。对啦。啊，但是呢，以我所知影的指纹啊，差不多拢无啊啦，拢无啊的时阵，你讲怀疑是。境外境外怀疑是迄阵党外组织的，拢懵懵渺渺啦，这就是爱家上困难。今仔日就是因为安尼，才有一出电影咧写甲讲，变做是署名老先生因有关的人。伊迄电影的上错误就是讲有影射，因为这本来都是无答案的物件，你影射某人，这拢唔对啦。来，我来请韩俊因为韩俊呢在做韩俊上少年。韩俊。几岁差不多知影林体的这个案？差不多大学的时阵。大学的时阵啊是什么方式知影？是老师因为你是历史专业的啊，你是老师互恁听，还是杂志看到的？应该是参加相关的活动的时阵，有看到人咧讲这个代志。现在要问你这就是讲徛在少年人的立场，因为比你搁较少年，最近这几天除了这个。加当市长开始了这
景美的这人权园区啊，哦，大家客满呢。以早是足稀微的，啊，义工到嘛，真侪人在要闪啊，吼，变做大家开始会关心。你认为从你的这经验来看，你认为应该爱安怎唤起大家？因为这甲转型正义有关系，你来讲看嘛。好，开拄我讲到今日，其实阮昨嘛有去采访啦，确实就是平时你拄着足侪人，因为迄个时阵一般来讲过去是，因为我定去遐，拜六礼拜人拢无啥人，啊，毋过即届就是新闻嘛有报，啊，阮家己去采访，有影足侪人就去，啊，阮就是有当人来问讲，是安怎会来？啊，就是像开拄我主持人讲的，因为迄个家长也是讲即届电影的事件讨论足侪少年人的。譬如讲，伊就讲，因过去个破知影即个代志，啊，毋过嘛毋知影讲，有即个所在会当来，啊，就是透过即届因就去，啊，因为讲实在，迄个所在交通毋是做利便的啦，过去都想讲，就是要专工拨时间来即个所在，你变在有足大的动机，即届即个动机都互大家淡着啊，就是讲，即摆真正诚济，毋若少年人，当然少年人较济，变做看有岁人嘛袂少，就是讲，因为即届事件就愿意去即个所在看。啊，其实即个所在就是过去迄个，大家知影差不多应该是2-3冬前，美国的迄个众议长佩洛西伊来台湾，如果18点钟，伊就指名要来即个所在，迄个时阵可能无啥物台湾人知影即个所在，所以即个所在是介重要的所在啦。嘛，希望讲大家趁这3天的连假，会当去即个所在，也是讲228的纪念馆，甚至中正庙的迄个展览伊嘛有去嘛，家长嘛有去来看即个所在。啊，较多主持人问讲，就是咱拢咧希望讲有一个基因，还是啥物，互大家关注转型正义嘛？像即个原底是希望大梦即个电影，互大家有开始关心即个电影，因为原底迄个导演是真成功的商业的导演嘛，啊，结果无想到毋是。大梦，互大家关心转型正义，是一块算是失败还是成功的电影，互大家关心。是讲起来嘛，是一个真历史的意外，嘛连带互大家开始知影讲，义工教会即个所在，因为恁家的会员就本来无少人知影，甚至伊尾仔变做义工教会这段历史，嘛佫是较少人知影。啊，我想要补充一下义工教会嘛，是感谢义工教会。义工教会毋是干那，就是专做即摆就是讲教会，伊其实。为迄个时阵到即摆，拢一直长期咧提供各种社会运动，譬如讲，阮家己有参加台语的共学，伊嘛提供台语的共学迄个场所，互大家使用。甚至讲大罢免的时阵，伊嘛是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变做迄个时阵，伊见证台湾民主过程一段算真痛苦的历史。毋过伊无停落来，伊继续咧伊继续咧提供咱台湾，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民主运动，向前行的力量，我感觉这是真感动人的部分啦，感动人的部分。因为我所在过去其实228时真侪少年人去举办这个共好，吼，不管是音乐节也好，还是讲一寡活动，但是迄阵是会当引起大家的回响，吼，拢是本地着即可能的人。就即摆事件你来看，吼，咱如果若要推动转型正义，要说服。平常时就甲你无共款的人，你认为对你的专业，因为你也办杂志，啊来做这个推送，而且做这个倡议，你认为上重要是啥物？啊，恁家己的讨论，还是讲，人伊安尼咧做，所以我以后也许我可能来找甲董事长来讲话，或者较有通佫叫着甲咱完全无共款的人，还是讲无，咱一直爱做什么工作？好，我想讲这，因为阮就是阮阿草本身就是拢做真侪相关的迄个，就是传统的报道嘛有做，啊较特别，譬如讲阮有做一个历史概念时代的写人，就是互大家用算简的方式去回忆过去迄段时阵，政府是安怎压迫人权安尼。啊，我讲感觉两个部分，就是咱一般认为较传统的文章报道嘛是爱做，因为你无这物件无会对。对，你无迄个底，包含就是历史的研究，啥物即种拢一定爱做。啊，当然会上无共的形式嘛。譬如讲，阮较早讲阮做的 game， 啊，阮包含228事件，阮嘛有做地图，甚至于迄个时阵的日记，做迄种 game，互大家当试看嘛。即摆做侪即个国家的博物馆，人权博物馆，因昨嘛分享讲，伊嘛有做 AR、VR 的方式，希望吸引大家去看。啊，电影的方式，即摆嘛是其实嘛做侪人咧拍拼嘛。
电视节目嘛共款。我感觉各种方式拢爱试，因为你其实唔知影，什么物件会真正会吸引到大家注意力，去登着。嘿，变做你若是要做相关即个艺的创意，就是譬如刚刚主持人讲的公新的迄个音乐节，伊嘛做10几档啊，就是变做你选择一个方式一条路，你得要坚持做落去啦。因为你唔知影什么时阵会出现像即个电影即个，你毋过你物件拢一直有做传伫遐，大家兴趣出来，你的物件就会当互看到。我感觉是安尼，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是，另外吼，因为咱这牧师吼准备了真侪，即个桌顶还佫真侪册吼。义工教会乃至到讲科牧师，恁所做的，毋那是宗教性的，还佫有社会性的运动，吼。而且毋是讲直接去遐第一线的，当然嘛有第一线的吼。有的是提供场所，有的是互大家会当启发。就着即个林义雄先生伊本人吼，你也甲伊接触有上无有30年吧，吼。你认为伊本人，可能你无法度替伊来讲啥物话吼，但是你所了解的，因尤其因太太，吼，说明姊妹，因是安怎认为咧？因为对咱来讲，实在是真歹料想讲，嘿，是要安怎行出去安尼？你会当来讲看觅？伫个事件过一年吼，咱要讲这本册中间吼，这内面咱会看到林义雄先生伊家己的妹妹，伊嘛有留一句话吼，伊讲阮毋是要往当局要讨凶手啦，因知影这个吼，毋是要报复，毋过总是毋望这款代志吼，会当互人知影到底是发生啥。哦，这是真要紧。啊，这个空间，咱拄仔讲，伊毋若敢若2月早起有这聚会，尤其是伫个90年代，92年李登辉总统伊甲海外黑名单甲解除了后，咱知影迄段时间真侪按海外转来。在这解除前啊，咱印象同签的就迄2位葛培峰甲迄落。因2位嘛吼，啊，这以后迄阵啊真侪正按海外转来，拢差不多会按义工教会来，吼，这个部分，因当然迄阵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阵，因拢伫海外无可能知影伫现场，所以因第二1994年，林义雄先生伊有发起用脚挺台湾，行台湾洗一日。就是对义工教会开始，迄对，啊，踮遐，咱知影伊那一堆大过嚟啊，按义工开始，为着伊的理念，为着听台湾的理念，一摆有2摆禁食，所以伊禁食毋是去日本年头前，伊就是伫义工教会遐，咱若看新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禁食。就是踮伫个义工这个所在，所以拄仔咱咧讲到伫即过去这安尼30多年，若要按教会到即马已经是44年，即中间宗教的礼仪礼拜，迄是一部分。但是更较要紧的，尤其是咱知影今仔日义工教会这个空间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定，伊是一个转型正义中间迄个。空间的意义吼，已经受到认定的时阵，咱国较毋茫讲通过林家血案的现场，虽然正做一个基督教的礼拜堂，毋过会当咱台湾的社会继续讲话，咱相信空间的讲话，人若来到这个所在会有一寡感受。我伫个迄阵啊，伫遐前后安尼10几年，2项真趣味。我拄去的时阵。礼拜日来做礼拜，逐摆固定就看到一个人啊，真安尼认真咧操看我讲啥，嘿。所以我按迄阵啊开始，1990年代哦，35年前，我练习迄天要牧师爱讲道啦，刚老师要上课吼，我练习要讲以前吼，3000字拢甲写完。我讲你说摕转去吼，你直接交。你直接交嘿，莫无你到时。我讲的物件你记唔到吼，转去吼你毋爱甲我记啥吼，所以我一直到即马，安尼这30-40年来，
我若要讲多，我都会甲迄文字先甲写好，吼，甲写好。啊，若你要听，唔听，敢若听一部分，这是一项。到迄个时阵，还佫有安尼吼，来找阮关心的是迄个一科系啦，吼，应该讲外事刑局、刑警。长老教会对来讲，迄是外国势力啦，所以唔是一般，唔是管区的迄落。有怀疑讲外国的。嘿啦，唔是管区的迄落。啊，这是我感觉讲一方面较有，但另外一方面较要紧的是讲。咱更望通过这个空间，会当用咱的台湾社会，这个民主化，过来珍惜无讲族群三甲斗阵，这项咱来认真来学习，爱认真学习，已经付出遐尼大的代价。60岁妈妈，个2个双生爱生双胞胎，其实这款事件，你若要点伫1950、6、7，太多啦。太侪是讲讲即件咧用咱讲话，不是。你他讲着讲，你咧讲道理，下骹的人咧甲你感动吼。即种人一直到什么时阵才无去？即个到差不多94年、95年，95年年初，我佫碰到迄个时阵，台北市政府刑警大队队长一来，因为1994年12月市长选举了。有一个人当选，阿扁也当选。伊当选了，伊又提拔一个迄个刑警大队队长。哈，即马新北市的市长。市长。迄阵啊，吼真少年，真少年，1995年。伊拢来。伊讲，伊来，我坦白讲是因为伊查某囝的代志，所以咱前下电视有看过，这位，所以我看到有想，你来创啥？伊讲市长交代，看讲。林家结案这项代志，即马到底现场，还是讲你看卖，看到底个会当去查啥？伊来啊，当然来细节，我开讲，我讲所有物件拢伫个，你看这个所在。就处了后，就拢无派啦。嘿，就无个人有来。一直到95年。嘿，对。所以吼，我也要李老师看这吼，这款他特别这种已经提出来，而且网络顶头会当。公开找到的政治档案，正面这个档案吼，这真趣味啦，吼，这天罗地网，这是台北外交部请专安全局警备总司令部第545号电击邀金案，邀金贼，这是讲3月1号，我简单讲，就是假号有人去抗议因，抗议因吼，讲有3个人。去窜入去的办公大楼，在顶头喏来打团战，所以应该这个代志甲定义来用即马这中国话来讲吼，因拢讲叫定性啦，叫做将林案嫁予伊政府。这就是外交部吼，你看伊的神经吼，对头脑伊通叫啊卡照下去，安尼这个公文，另外佫有哦。这吼，这甲阿贤西较有关系。阿贤西，你敢有带过这个台湾分局？无，我拢伫刑警大队。刑警大队吼。尾仔才独立出来变鉴定中心。伊遮吼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吼，已将本案件吼并本局69年6月16，台北市刑警署字第05638控，准参内面发文的是。台北市警大分3号，大分啊，大分这是大安分局啊，大安分局啦，这来，这就是209的派出所啊，这我所知的就是讲，迄档案吼，有的是伫后备军人，迄阵是警备总部吼，有2个单位嘛吼，有警备总部海巡署，有走去海巡署。因为以前台湾的海巡吼是警备总部管的，所以警备总部结束了，有的档案就交啊，迄个海巡署。这内面吼线就吼，但是这敢有可能？过去找，敢有？因为我所知，因是当初是真有意识，真有意识讲，凡有所关的，拢甲归档去。我感觉讲啦吼，因为台湾民主化以后。当初时的警治单位的档案是最重要的物件，对转型正义来讲，
那问题是有一件，就是讲警备总部结束啊解散，这件代志是影响足大的啦。因为警备总部是，你会当讲是当初是台湾上重要的政治单位嘛。啊，伊有足侪咧档案吼，啊，就因为机关结束，所以分散伫足侪单位。啊，所以谁啊为阿扁啊做总统以后，哦，这个政府哈政府机关哈，主要当然是档案局啦，吼，档案局。啊，就想办法去找，把这档案大部分看我都找偌济啦。哦，这咱必须讲啦吼，过去20几年确实有档案局吼有咧做这个工作啦。啊，有的问题就是有的档案就是无去啊嘛，放无去啊嘛，还是讲已经销毁去啊。哦，啊，这是国不理中的代志，无多的代志啊，系无多的代志。啊，我是认为讲过去这20几年的努力，啊，应该是即马政府机关抑阁有的档案，应该差不多找到足少的啦。哦，应该是无讲啊，毋过佮创立对，应该是无啊啦。我一定安尼问，就是讲有人讲，你民进党你无够拍拼，啊，你无甲拼出来。但是事实上吼，我所知你要去推档案吼，伊即个机构本身吼，伊还阁有抗体伫的呢。解密嘛，咱讲机关就爱解密嘛，解密移转嘛，所以唔知讲啊国安局的档案那一直拖到最近哦，最近较移转，啊，就是因为一批爱解密嘛，数量足大嘛，哦，所以这我认为也是情有可原啊，情有可原代志。你看为小英做总统到即马10几年啊咧，10几年国安局这个档案我是分10几批，靠我都移转嘛吼，解密移转。所以我毋是讲实在，我无认为讲是国安局挑故意挑低要去暗砍，我是认为讲无即个代志啦。还是讲当初时做了伤做了伤水气，所以要找即摆拢无所在，然后找去啊现在。因为迄阵警方吼，我讲的警方细汉的啊。你警方要爱啥物物件啊？你想讲监视的是警总负责嘛？啊，迄讲咱会拢无人，对毋对？伊讲有人，若有人，伊就知影啥物人啊嘛。啊，监听，啊，那会迄物件拢无，啊，大家都会怀疑，啊，所以迄阵专案组想要破案。我即马特别讲啊，警察无讲这案无爱破，无讲咱去监管甲你指示这卖破案，无即个代志啦。但是问题这内底因为层层管制，啊，你。警方的迄档案，我想要破案，啥物爱啥物物件，爱当迄资料都无啊。以前讲有监听无啥物，本来讲无的，啊，尾来讲有，啊有的阵啊，你毋得摕来听话嘛咧？啊，听我的负责，敢若等于是署长该级的才会当去听。你哪个无当听啊？无迄阵办案的人也袂当听咧。啊，尾来讲哦，听啊无你就迄个听话嘛咧，逐个来听话嘛咧，啊，嘛经过足久的。啊，听话嘛，我袂当录音，我袂当有备份啦。啊，另外讲吼，就本来讲。啊，有迄个记录的，啊，迄个不啦，有迄个生活伊的备份啥物货，伊讲无啊，拢录音，拢消失啊，啊是安那消失的，是个月啊，是啊其他拢有哦，啊，干那还讲无啊呢，啊所以无怪人会怀疑，啊你讲办案的人，大家嘛一定想要讲破案，无人讲无要破案的，但是你若监管确实啦，有啥物暗砍吼，啊是啥物过路啦，啊那这咱就无法度去啊，因为迄阵的办案是军来主政啊。军权主政啊，伊毋是警方你要办就办，你还个监管要互你，还是安怎的时阵吼？所以内底即马看介济，包括委员吼，检察委员因调查的就讲啊，当初这情治人员的部分，包括警总的，包括公安局的，咱无去查，啊根本就查袂落去嘛，对不对？你讲这情治人员就怀疑嘛，啊，你个资料咱也拢无，啊，这情治人员，所以这个迄个监委伊的迄个纠正来就讲，啊，迄阵情治人员有关联呐，对不对？你政治人员，你阵嘛有怀疑关联，啊，但是你要安怎调查？伊介济伊咧拢属于军方来掌控的嘛，啊，你咧警察来要查，拢都无你查，你是要安怎办？根本就办袂落去嘛，啊，所以这代志就是安尼来。我讲一句话啦，这件代志是刑事案件咧。啊，那会警备总部、甲公安局拢来插手，所以你就知影讲，迄个时代，迄个时代军权啦，军权来主政啦。迄个时代政治单位，啊，政治单位拢是军人啊，政治单位的权吼足大啊。对。所以这爱互观众朋友来了解，讲毋是啊，现在伊无能力调查无啦。啊，现在讲警察是细汉的啦，真正细汉的。来，汉就想要互你讲哈，
你认为咱的转型正义吼，除了苦啊做，那么应该搁爱安怎来做搁较侪工课？譬如讲，中正庙，若讲要甲改哦，真侪人讲袂使，要安怎做？这基本上。主持人有讲到讲，嘛有人咧质疑讲，民进党政府是安怎拢无做。开头其实李老师有补充，其实因为甚至阿扁蔡英文时代拢做这样。讲一个非常现实的啦，台湾若要做转型正义的。就是无民进党执政，甚至国会过半，这是无法度推上的嘛。这过去的迄个就是安尼嘛，就是政治的条件现实就是安尼嘛。当然，就是因为即届有政治档案的条例，才会当摕到这个档案。毋过，就是时间佫无够长，开多牧师嘛有讲嘛，伊即届收到1992年尔。其实尾仔伊就讲了，1995年伊个拢互咧听，遐物件咱是毋是应该时间延后较长？有影的吼。对，这是咱一直来透过政治来拍拼，较有法度去摕到较侪物件。研究着较侪物件。是。